咁最尾咧就係想大家分享企業嘅展望啦。我哋見到咧，其實6大重點行業嘅信心咧係比舊年又有所改善嘅，而且咧有3個觀察同大家分享。咁因為 DeepSeek 已經係今年年初橫空出世咧，其實改變咗外界對於中國內地嘅 AI 發展嗰個嘅取態嗰個觀感。咁所以咧，其實 INT 係見到一個最樂觀嘅一個心態啦，一個前景啦。咁而受到貿易戰影響咧，無可避免貿易及物流咧仍然係一個比較保守嘅情況。隨住設立嘅措施已經係做咗啦，我哋見到成交有所改善啦。其實嗰個 sentiment 咧喺個建築及房地產咧係有最大嘅改善。咁而另一個咧即係比較有趣嘅分享咧，就係我哋亦都問咗企業咧，其實對於佢所在嘅城市嘅經濟情況、你嘅公司嘅商業活動水平，甚至乎員工嘅數量嘅招聘嘅情況係點樣咧？我見到咧員工嘅招聘咧其實係比較保守嘅。咁呢方面可能係屬於係觀察期啦。另一方面咧，下一步嘅研究咧，其實我哋都好有興趣去睇下究竟 AI 對於點樣去幫助勞動力呢一方面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值得關注嘅情況。咁最尾咧就係2個數字，第一個咧就係講緊呢個未來1年嘅機遇，最多嘅企業咧係覺得即係技術創新或者係 AI 咧，其實係最大嘅機遇嚟㗎啦。而未來最大1年嘅最大嘅挑戰咧，就係一個市場嘅競爭或者叫內卷，喺內地都好即係好普遍。咁所以咧，點去開拓一個新嘅藍海嘅市場咧，係非常之重要。